哈利拉雅嘅第15日，今日早晨我同屋企人一齊去食 OUG 嘅點心，嚟到呢間好出名嘅潘記點心茶樓，一邊食一邊回想呢2個星期嘅生活。呢14日我做咗好多嘢，每日堅持跑步、帶客戶睇樓、學識新嘅知識，例如 AI、法律或者係 MM2H。呢段時間我都拍咗 video 記錄生活，亦都陪伴咗屋企同埋家人。有成交，有挑戰，亦都有唔順嘅時候。但係我慢慢明白到一件事，房地產唔係就係賣樓，而係一種生活方式。我哋要面對客戶、市場問題，亦都要不斷學習、進步、調整。有時候好攰，但係呢啲都係成長嘅一部分。呢14日嘅記錄唔係為可以證明我自己有幾厲害，而係提醒我哋自己要堅持進步，要堅持落去。未來我仲會繼續喺我房地產呢條路上，將更多嘅機會帶俾大家。無論係買房、投資或者係生活，我哋都要一齊進步，一齊行到去下一個階段。多謝大家呢2個星期嘅陪伴，呢個就係我哈利拉雅嘅第15，呢個都係一個階段嘅結束，但係亦都係一個開始。